今天是2004年12月26号，藏文课是第17次。这个藏文心经是第2次，咱们接着学心经。上节课大家是不是感觉学的快了一点，多了一点啊？有这感觉吗？这个后边啊，想快也快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前边这是叙述事情，所以呢好讲。后边呢要到这个观音讲怎么修行，要牵扯到义理了，必然要这个慢一些。咱们学这个藏文心经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用另一种语言仔细的来琢磨一下心经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如果你只会汉文的话，只能在这几个汉字上来就是琢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另一种文字呢来琢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心经的义理啊，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心经的义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后边呢肯定会慢一点。咱们一开始先把前边读一下啊。我又听了一下周老师读的这个，咱们再这个按照他这个纠正一下啊。帕嘎巴蒂，布拉吉尼巴拉，我总结他这个规律啊，好像他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是上下加字的话呀，上加字只发那个声母，就不发全音了。比如说这个吧，他就不发把，发不拉，然后这个发呢也不把那个啊发出来，就几年，好像是这样来发。这个我也可以说是老外啊，没有学梵文，所以就这么凑合跟着周老师这么念一下啊。最后那个是米达黑德呀，血盖度，焦丹德玛，谢热给帕热度钦北宁波，焦丹德玛，谢热给帕热度钦北，宁波，盘波记过。焦丹德玛，谢热给帕热度钦巴拉，恰菜罗，底盖打给贴吧，推进呐，焦丹德，给别克呐，恰别碰别热了。这个应该读2遍啊，因为一开始咱们还不熟悉。底盖打给贴吧，推进呐，焦丹德，给别克呐，恰别碰别热了，给龙给紧端，清宝堂，强求三八紧端清宝堂，特技度修的，推测，焦丹德，什么能瓦谢卡位，却给那么账给，丁爱紧了，娘把儿修所，羊腿菜，强求三八亲包，帕巴见热西王秋，谢热不给帕热度亲吧，什么戒把儿泥了，南巴儿大兴，彭波阿波太大了，
彭波阿波太大了样，彭波阿巴太大了样，让心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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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巴日南巴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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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体内，体内，桑给给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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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菜汤单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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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夏日皮，夏日皮，强求三八清波，强求三八清波，啪啪见热西往球，啪啪见热西往球，啪啪见热西往球了，啪啪见热西往球了，地盖见麦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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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给普昂，日给普马，日给普木，日给普木，康拉拉，康拉拉，写热给怕热度亲吧，写热给怕热度亲吧，什么绝吧结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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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吧腿，绝吧腿，其他日乐巴日卡，其他日乐巴日卡，其他日乐巴日卡。其他日乐巴日卡。好，上节课就学到这儿。现在呢，把这个整个意思啊，我再大概的这个就是回忆叙述一遍，你跟这个藏文呐这个理解来结合起来。第一行是印度语中不说了，是这样来转写的拼音的，然后藏语中是佛母，智慧到彼岸的心经，这个不是智慧到彼岸的核心，哎，这是这个意思啊。咱们现在不是正式的翻译，就照着这个本意来说啊。一卷，现在啊，它不是说第一卷，是卷一，就是一个卷。现在这个经就是一个卷。第一卷它用那个躺包，就是第一，哎，这个一就是一个，就是一卷。是佛母智慧到彼，向佛母智慧到彼岸顶礼。下边是正文，这样的话我听到了，如是我闻。曲记呢，就是一时，在某一个时候，世尊在给别克布是王舍城，这个恰别碰别人了是灵鹫山，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，这个比丘大僧团和菩萨的大僧团在一起坐在一起。那个时候，世尊这个看最后一句话啊，牛巴修所就是进入这个平等，就是等至。现在这个如果用做名词呢，是牛修，这个就是叫等至，表示那个四禅八定跟灭尽定这几个状态。这个现在呢，它是作为一个动词，就是进入了那个等至的状态，进入了平等，进入的这个等至的进入的这种定叫什么名字呢？它前边拉前头，就是进入这样的一种定，定哀尽是这个定，什么定呢？就是前边这个名字，进入了一种甚深光明，叫做甚深光明的法的，那么这样是某一种定，哎，佛呢就进入了这个叫甚深光明的一种这个定。杨腿才就是也是在那个时候，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，他呢是也看最后是南巴大型，注意这个大呢，这个大前边有一个爬是打错了，就是这个我这个给你们打印的这个呢，是从网上藏文大藏经里头下载下来的，然后呢我按着这个德轲版呢来修改了一下，这个德轲版呢是公认的所有藏文大藏经当中校对的最精美的，校正的最准确的，所以按照德轲版来造。这儿呢是我没校过来，就是他那个前头带爬是错的，把这爬划掉，不应该带爬，带爬是未来时，不带爬是现在时，应该是观音呢现在时看到了五蕴皆空，所以呢这是一个错字，把那爬去掉。说圣观音呢，他看到了什么呢？拉前头，就是他在这个甚深行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当中看到了
看到了在前头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了是这个他在这个甚深行当中呢，就这么一看，这么南边大，这么一看，看呢看到的东西呢，行在后边说，观音在智慧到彼岸甚深行当中一看，看到什么呢？就是后边这个，你看后边这句话呀，也从最后看，南边大就是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了东巴日，就是那个然是叫叶格，就是他看到的那个宾语是东巴，看到了空，看到什么空呢？看到壤心给就是自性空，自体空。什么东西自性空呢？是烹包阿包忒大了，就是他对于这个烹包阿包忒大了一看，对那些五蕴一看呢，他看到他们的自体啊都是没有的，就是五蕴的自性是空的，五蕴的自体是空的。忒内此后三盖给去佛的神力，佛发了一个神力，由于佛的神力呢，崔唐丹把巨兽舍利弗就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说是佛给他一个这个神力究竟怎么发的就不知道了。反正舍利弗啊，这个时候觉得他应该向观音问一个问题。舍利弗呢就干什么呢？咱们就按照这个是顺序说吧。他就对着这个圣观自在菩萨，你看今日希望求拿，就是他对着圣观音自在菩萨呢，底盖戒麦所，就是说了这样的话。这个底盖是这样的话，戒呢，周老师说相当于引号，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所谓，就是所说，就是所谓，就是后边麦是说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话，这个就是所谓，所说了什么话呢？就是下边的话，因为底盖就是指的下边的，铁盖只是指上边的。Rigi Puam 就是善男子或者 Rigi Pumu 善女人，扛就是他们当中喇喇是有一些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，想干什么呢？说昔日不给他个亲把什么绝本结本，这个注意啊，说智慧到彼岸甚深行，第一个呀绝吧是行的现在时。这个现在时呢是一个名词，它跟这个甚深结合起来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，这是一个名词。后边这个戒巴日是还是这个字，跟觉巴是一个字，但是是它的这个过去时跟未来时。这个现在这儿呢就是指未来时，就是行这个甚深行，就是这些人呢觉巴是想，这些人希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行。这两个词是这个关系。后边这个戒巴是动词，前边那是名词，是那个行的名字。如果有些人想修行这个甚深行的话，他们呢起达勒布卡，就是他们卡是做的未来时，代表应该，就是未来他将应该怎么做，卡是代表应该如何学习，勒布是学习。就是如果有人想修你现在做的这个甚深行，就是能看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甚深行，他们应该怎么学呀？应该怎么做呀？向观音请教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方法。下边开始学新课啊。体盖戒麦不堂，体盖戒麦不堂，体盖是指的上边的话，体盖就是上面那些话，戒麦吧就是说了上边的那些话，堂这个麦吧呀是过去时，在后边再搭着过去时，就是在说了上边那些话之后，堂就是一个连词，就是说后边然后会发生事儿，就是堂就是相当于说了上边那些话之后，堂出什么东西来呢？说强求三八亲包，强求三八亲包，啪啪见热喜望求，啪啪见热喜望求，啪啪见热喜望求皮，接着来，热喜望求皮，就是圣观自在给加了一个句格，提加了一个句格，什么意思呢？圣观自在要做动作，它是主语，它是要做一个及物动词的这个主语。圣观自在做什么呢？说，你看最后啊，底盖戒麦所，再读一下底盖戒麦所，
就是圣观自在呢也说了一些话，说了下边的一些话，底盖就是指下边，说了下边的一些话。他这个中在底盖界麦所前头加了一个拉，是什么呢？是指观音对谁说的？哎，对谁说的呢？是对财堂丹巴。财堂丹巴。注意这儿啊，夏拉德瓦蒂普。夏拉德瓦蒂普。夏拉德瓦蒂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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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观音对夏拉德瓦蒂普了说的这些话。具受舍利子啊，这儿说名字为什么不一样了呢？舍利子是人们对他的一个口头的称呼，这个名字呢是舍利子的大概是正式的名字，就是这个作者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呢，要称他的全名，称他的这个正式的名称。大概人们口语上叫他的时候呢，叫的比较简单，就舍利子。哎，这个是他的这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就是夏拉德瓦蒂。哎，这是他的名字，就是观音呢对夏拉德瓦蒂说了下边的话。咱们来看这个说的什么话啊？说夏利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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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叫他的名字了。说瑞给普阿姆，瑞给普阿姆，瑞给普木，瑞给普木，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康拉拉，康拉拉，就是康是指他们，哎，康是什么？也指这个就是概括前头。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他们里头啊，拉拉是如果有一些，就是某一些人。谢热给帕热度亲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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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毛觉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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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深行，就是智慧到彼岸甚深行，哎，就是这是一个名词了。后边戒巴是觉吧，戒巴是觉吧，戒巴是觉吧提，戒巴是觉吧提，戒巴是修行，觉吧是想修行，前边这个甚深行的那些人，提是指他们。现在呢连环句，这个提呢又做了后边的主语，说想修行甚深行的这些人，他们做主语，他们呢底达日南巴达巴日卡的，底达日南巴达巴日卡吧，底达日南巴达巴日卡的，底达日南巴达巴日卡的，底达日是底是这，达日是样，这个底达日就是这样。哎，前边那个谁不是问起达日，说他们应该怎样修行呢？观音说应该这样，哎，应该这样修行。这样后边应该这样干什么呢？南巴是大瓦日，南巴是大瓦日。南巴是加强，就是要认真的这个就是这个真正的大就是看，这个呢看呢加爬是对的，就是未来时，因为他要教他们说你们将要这样看，你们应该这样看，因为未来时有应该的意思，说应该这样的来看，恰的就是这个应该，哎，就是你们他用未来时表示应该，他们应该这样的来看，看他们这个大注意啊。这个搭跟我们现在眼睛的搭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圣者的搭是限量制，我们这个凡夫的搭呢，虽然假说是限量，但是你光用眼睛看呢，我们感知不到，它还必须起意识帮助来分析，说看到了啊，这是白色，这是黑色，所以呢，这个意识一起来啊，它是分别出来的，是比量制比量时。我们凡夫看呢，实际上是比量看的，这个圣者看是限量制，就是看他不用意识起分别的，他就一看就全明白了。我们是一看还糊涂，明白不了，然后用这个意识起一个意识呢，帮助这个他来分析明白的，分析出来看到什么。现在这个大呢，就是指的限量制，说应该怎么看呢？下边来讲，应该这样看：彭波阿波忒大量，彭波阿波忒大量，彭波阿波忒大量，彭波阿波忒大量。彭波是韵，阿波是五，忒大是指的五韵。说那些五蕴也应该怎么看呢？让心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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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性，让是自，心是这个咱们说了，它本意是脸，实际上代表它的本来面目，代表它的这个脸嘛，就是自己的本色，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也就是自性、自体、自己的本质。这个五蕴呐，他们的自体、自性、自己的本质、自己的实质。就是他自己存在的那点东西吧，
东巴日南巴，东巴日南巴，东巴日南巴，东巴日南巴日，东巴日南巴日，就是最后的一个动词是看，要看这个五蕴的自性，它们的本质啊是空的，哎，然后前边就是那个结果，看的结果就是看它们是空的。南巴是加强，然后后边又有两个加强句的，一个叫养大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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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养大巴学过吗？好像出现过吧。养大巴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真正的、正确的，是神圣的、正确的、真正的，是这个反正就是先说这几种吧。它这个就是表达的意思很多，但是它那个主要意思就是正确的、真正的，哎，这养大巴。后边还有一个加强句叫结束道，结束道，结束道，结束道。这个结，咱们那个要是不带那个撒这个结呀，咱们见过叫解君，就是代表主公的意思，哎，尊者的意思。加上撒，这个不是句格，它就是一个词儿。加上撒之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跟随，跟随就是跟着、接着、跟着、随着、跟随的意思。它如果做名词呢，是痕迹、遗迹，就是痕迹，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留下了痕迹，画了一个印儿。再一个是遗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古代留的什么的遗迹，有一些剩的东西，实际上还是痕迹的意思。它名词是痕迹的意思，动词呢是跟着，就是说这个随着它，跟着谁随着谁的意思。结束呢，本意是随着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用随着来解释，咱们先用随着来解释啊。就是观音说呀，说你们应该这样来看，怎么看呢？你看最后道就是看，应该怎么看呢？应该这个咱们先说前头这一堆这个形容词啊，南巴日就是应该认真的、好好的来看，养大巴就是应该正确的、这个真正的来看。什么叫不是正确的呀？像我们凡夫这个眼睛一看，这就叫不是正确的，就不是真正的看。我们看到的是假象、虚妄想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看，那就是这个叫这个颠倒的看，上自己的这个业力显现的当的看。哎，将这真正的看，那就是说真看，哎，那就是圣者智了。然后呢，结束就是随顺来看，随着看。这个随顺说随顺什么看呢？随顺真实，那个意思就是说真实是什么样啊，你就跟着真实看，也就是如实见。随着真实，真实什么样你就怎样来看。哎，它随顺有这个意思，随顺真实，随着实际情况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你就怎么样看。哎，它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结束呢，这可能是现代语、世间语里头啊，他说实际上他的意思啊，并不是那个随着的意思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强，也就是说要圆满的看、完全的看、彻底的看、非常好的看、非常认真的看。他说也是一个加强语，你就记住两个意思都有，哎，两个意思都有。说认真的、正确的、随顺真实的这样一看，看什么呢？看前边这个，就是五蕴他们的自性都是空的。什么叫五蕴自性都是空的呢？就是这是对我们凡夫说的。我们现在感觉五蕴自性都是有的，都不是空的。我们看到色声香不是色受想行识，不管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我们现在看感觉都是有的。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觉，这个叫误颠倒看、误会的看。它实际上只是我们业力在我们面前显现这么一个五蕴的样子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那鬼道众生一看是另一套五蕴，天道一看又是一套五蕴，究竟是真的有这个五蕴吗？实际上是没有的。然后观音教给我们的方法呀，说你用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，你要是来一看呢，你就是真正的看，随顺真实的看，是这个真正看到了，真正一看呢，原来五蕴呢全是空的，根本都没有，就是完全是梦中的事物，完全是刹那生灭的，完全是一种虚幻的显现，完全是我们众生无始以来颠倒熏习的那些颠倒的种子啊，一个虚幻的显现。各道众生虚幻显现的景象不一样，但是呢都是虚幻的。这是五蕴皆空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一看这个五蕴呢都是假的，
都是空的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实际上根本都没有，就是在我们凡夫的面前有这么一个虚幻的显现，仅仅是一个影子，仅仅是一个就是显现，就好像说仅仅是你凡夫自己的一个虚妄的想法一样，实际上是没有的。这是讲的实际情况，就是真正看来，真正说来，它是没有的，这个意思。下边咱们来读一下啊，我看前边一句读了啊，彭波阿波忒大gan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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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心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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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巴日南巴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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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养大巴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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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束道，结束道，结束道。结束道。这是总的一句，就是说，因为舍利子问观音说，我们修甚深行怎么修啊？观音说，你应该这样修，就是你应该真正能看到五蕴都是空的，这就叫甚深行。你要是看不见五蕴是空的，那不叫甚深行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总原则。实际上，心经核心就这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能见到五蕴皆空。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多。下边观音要详细的来这个说，就是详细的来解释这一句话。什么叫五蕴皆空呢？观音给把这个五蕴再分开说。五蕴的第一蕴就是色蕴嘛，就是这个色。下边看啊，俗东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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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句话把色给说没了。这个时候咱们要仔细讲了，俗是色，东是空，是个句号。这个呢没有谓语，两个名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叫俗这个色是主语，这个东呢是宾语，它的这个谓语是什么呢？就是是，就省略了这个是，省略了淫。这个在汉语里头也是经常这个有这个句子，汉语里头说什么呢？什么什么者，什么什么也，就是两个词儿。什么者，什么也，就是说什么东西呢，就是什么东西。也是省略这个不说是字，这个跟这个汉语是一样的，就说两个词儿，实际上就是省略了是字。说色即是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很干脆。讲一下色即是空的意思。什么叫色即是空？这个很多人都是误解的，咱们来讲一个准确的。第一个，先讲色。什么叫俗？这个色人们最大的一个误解，认为色就是物质，这是一个世间人对佛法的一个最大误解。实际上，佛说的这个色是有准确解释的。佛说的色是指的三种色：显色、形色、表色，三种色。什么叫显色呢？就是颜色，青黄赤白就叫显色，就是颜色。什么叫形色呢？就是形状，长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，就是这个形状。什么叫表色呢？就是人做动作所表现的一种意思。你一看这个人，他一挥手一点头，他表现出来了一种咱们现在叫什么呢？叫这个姿势语言，就是叫身体语言形体语言，还是叫身体语言、形体语言？就是形体语言。这是色的内容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我们也分析过，这三种色的内容呢，实际上都是依靠第一种色显现的，后两种色呢都是第一种色的一个引申跟发展。比如说形色，说长方形，长方形哪有长方形实际上没有长方形。长方形是你用颜色对比，颜色一对比形成好像有一个边线，你把这个边线呢抽象出来，你说这有个长方形。实际上呢，根本不存在那个边线，那个边线存在在哪儿存在在你的脑子的想象当中。所以说呢，形色是没有的。姿势也是这个色也是没有的。它是什么呢？你眼睛看到的颜色，它形成边，形成一些动作，你看感觉有一个动作，实际上这个动作也是你抽象出来的。真正存在的色就是显色，就是颜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对象就只有颜色，这是最准确的解释。如果你在这个说我眼睛看到物质了，看到什么精神了，看到什么长方形了，那都是你增益出来的，都是你妄想出来的。实际上眼睛看到的就只有颜色。所以现在我们准确理解了，说俗物是什么？就是颜色。
眼睛就只能看见颜色。然后现在就好说了，颜色是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颜色呀是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创造出来的一种视觉语言。颜色不是客观存在，这个物理上是承认的。颜色并不是客观存在，颜色是你的视觉器官跟你的大脑，或者用咱们这个讲意识，用咱们佛教的讲，是你的这个视觉器官跟你的意识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视觉语言。就是你的视觉器官收集了信号之后，用视觉神经用电信号传给大脑，大脑在分析这个电信号的时候呢，它怎么告诉你说你看见什么了？意识用颜色的视觉语言给你描写外边你看到的东西。实际上这个颜色呢，是你的视觉语言在工作的时候的一种这个向你翻译的语言，并不是外界存在颜色。所以说呢，色即是空的意思就是说，色仅仅是你的意识的一种想象，颜色只存在在我们意识想象当中，它不存在在客观世界当中。客观世界里头没有颜色。你想象，当然你什么都可以想象，你可以想象我家里有一座金山，哎，你可什么都可以想象，想象的东西不等于实际存在，哎，所以说呢，色即是空的意思就是说，颜色只是我们意识当中的一种想象，一种妄想，并不是实际存在，这就叫色即是空，哎，就是色并不是实际存在，就这意思。下边也是第二句，咱们再念一念，现在念就比较解气啊。俗东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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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颜色是根本没有的，除非你在这妄想。你妄想有啊，你说哎我看见了什么，那都是你说你妄想，你妄想不等于实际存在。哎，你说那好多人都说颜色有，那是胡说，那是乱说。你没有就是没有，这是事实。你有1万个人，有1亿个人，50亿人都说有，那也不管用。哎，下边一句，东巴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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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索，苏索，东巴尼，苏索，东巴尼，苏索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看啊，东巴是这个空，尼是这个咱们说过是仅指。咱们干脆给它总结一个这个，或者是说就是说的它本身，咱们给它用一个总结一个词儿吧，就叫什么？仅指本身。你用这么4个字来这个，慢慢你也帮着来这个总结。我现在总结就是说，这个你什么意思呢？就指它本身，仅指它本身，只是指示的指，仅指本身。用这4个字先概括，就是说加上这个你，就是告诉你说。前边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指它本身，就是前边这个东西的本身，这样来解释。现在咱们结合起来这个，看整个词儿什么意思。说东巴尼，东巴是空，空咱们也说过，空是什么意思啊？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空就是空无虚空，哎，什么都没有就是空。说东巴尼就是说这个空本身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空的本身，空的本质。注意啊，注意后边这个一步步来转啊，空的本质，空的自身，空的自体，空的实质，空的本质，咱们用一个词儿概括，就叫空性。空的本性，空的自性，空的自体，空的本质，空的实质，空的本来面目，空的本色，空的性质。你来体会啊，这个东巴尼就叫空性。空性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空的本体，哎，空的本身。你们来琢磨这个意思啊。说空的本身，空的自性，空的自体是什么呀？就是色。这也省略了那个是。空性啊，就是色。然后咱们来琢磨它什么意思。空性就是色什么意思呢？说空的性质，空是一个真理，空是一个性质，空的性质。空的性质是说什么呀？说的就是色，根本没有。空的性质，空的是什么呀？
空是什么的性质啊？就是色的性质。空的性质是说什么呀？就是说色根本就没有，色的本来面目就是空。这句话应该相应我们那个一本来是空不异色的。不，后边空不异色是后边，这是相应汉语里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两句。哎，第一句色即是空比较准确哈，你看俗东宝色就是空，哎，后边呢说东巴泥俗，这跟汉语不一样了，汉语是空即是色，应该是东巴俗，现在呢它加了一个泥，就是空性即是色，加了一个性，所以现在就需要解释，你来体会空性即是色的意思。空性刚才解释了啊，什么叫空性？就是空本身，就是空自己，就是空的本体，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色，它的本性，它的性质，它的实质。空性说的就是色，空性就是空性，你空什么呀？什么的空性啊？你空什么呀？就是色的空性。如果没有色就没有空性了。空性是相对于色安立的，你空你是得说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说它空，对不对啊？他说什么空呢？就是说色是空，就这意思，明白了没有？注意啊，空性即是色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空性。什么空啊？色空，明白了吧？说头一个好理解，说色是没有的，说那没有的是说什么呀？没有的说的就是色，就是没有的。如果你要是没有色，你用得着空吗？根本就用不着空，有色才用空。所以说空性啊，说的就是色，意思明白没有？他说这个空性就指色的空性。哎，对了，就这意思。说空性本身呢就是色。哎，就是说空性就是色的空性，他说的就是色。空性跟色是一回事儿，你说色就等于说色是没有的。这是佛教的讲真理了。你要是一说色，他就会说色就代表空，色就代表没有，这就叫色就是空。你一说色，在佛教里头，色就代表说是什么都没有。然后翻过来说，佛教里头说空性，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说那个色就是没有，不是说别的，就这意思。佛教说四大皆空，什么这个空那个空，这些空是针对说什么空？咱们说了，空是这有一个东西，你说这个东西没有，你这叫空，是不是？你得有个东西才空，你要根本没有东西，根本就没有空，对不对？说空，空什么呀？空的就是色，就这么简单。说空的本质是说什么呀？就是说色就没有。如果不说色就没有空，说空就是指的色就是空，就这意思。这才是说五蕴的一个啊。后边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那是在说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那个你自己再去组合去。现在这个意思咱们先往下讲啊，回头慢慢咱们要仔细体会这个意思。后边这两句话呀，等于是解释这句话，帮着你来理解这个什么叫东巴泥俗。哎，离了色就没有空，空就是说的色。后边你看啊，俗嘞东巴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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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闲嘛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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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咱们看啊，俗嘞，色加上一个雷，雷是什么呢？咱们前边说过，来啊有很多这个意思了。这个地方取什么意思呢？是排除的意思。前边是那个有时候来前边是比它如何如何，现在不是比较，现在是排除，除了前边这个东西，来有除此之外的意思。除了色之外，把色排除之外，除了色之外呢，后边东巴泥闲马淫什么意思呢？除了色之外，东巴泥就是空性，闲是其他，闲是另外的其他的，马淫淫是是，马淫就是不是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他的，这个其他的不是指的色啊，是指的它前头这个东西。东巴泥就是空性，闲就是其他的空性，其他的空性。说除了色之外啊，马淫一个是不是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没有。除了色之外啊，没有另外一个空性了。
除了色之外，如果你把色排除了，你再去找空性去，找不到其他的空性。现在只是说五蕴的这个色即是空，只是说这解释这一句，就是在色即是空这件事情上，这个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如果你把这个色排除了，你找不到其他的空性。就是说空性空的就是色。你要是说咱们先不说色，没有空性了，除了色之外你找不到另外一个空性，就是说没有第二个空性，你找不到不针对于色的空性。说空性就是说色空，空性空什么呀？空的就是色。说我排除色，现在不说色，不说色没空性了，就这意思。除了色之外没有其他的空性。说空性就是色的空性，说空就是空的色。如果不空色，没有第二个空性，就没有空性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，色就是空，空说的就是色，空空的就是色。说这个空就是为了空的色，说的就是色没有。如果你要是不说色，就没有空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除了色找不到另外的空性。俗嘞东半泥闲马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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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半泥嘞，东半泥嘞，东半泥嘞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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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俗闲马银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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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半泥嘞就是要是排除了空性，就是咱们现在不说空性，也没有另外的色。就是说如果咱们现在不说空性，你来找色，没有其他的颜色了，找不到另外的颜色了，就是说找不到不是空的颜色。如果排除了空性，你就找不到第二个色。那就是说你只要说空性，那就是说的色，或者说你说色，那就肯定是空，那个没有的那个色是空性的那个色。你要是说我说的不是空性的那个色，找不到第二个色。或者是说你如果排除了空性，也就没有色了。如果说我排除了空性，我这有色，你那就是妄想，就是错误的，就这意思。就是说你只要说有色，那个色就肯定是空的。这就是那个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就是说色不异空，就是说色跟空不是两回事儿。色跟空不是两回事儿，就是说色是色，空是空，没有这回事儿。色跟空是一回事儿。你说色，它就是空的，就等于说空；你说空，就等于说色。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说空就等于说色，说色就等于说空，它俩是一回事儿，不能把它俩分开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空跟色不能分开。分开说离开空的色没有，离开色的空没有。你单独说离开空，我这有一个色，没有这回事儿，那就成了那个自性有了，那就成了那个你妄想的有了，那就说胡话了，就这意思。一说色，这个色就是空的，就是没有的。念一下这4句话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俗东报，俗物东报，东半泥俗物所，东半泥俗物所，俗嘞东半泥，俗嘞东半泥闲马银，闲马银，东半泥来讲，东半泥来讲，俗闲马银咯，俗闲马银咯。下边再学一点啊，忒心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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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个常用词。忒是它，也就是指的上边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。心刚才说了是脸，这个它的本意是脸。这个在这儿忒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个固定的词组，就是像上边那样，如上边那样，或者最简单叫如是，或者叫如前。如果用那个他经常用如是，那个有点古语，是就是这个，就是上边那个。这个咱们现在叫如前，就像前边的那样，就像前边那样，这是一个词儿。忒心度这个呢有时候可以读忒心度。你如果读忒心度呢，就等于是把这个忒心当成2个词来读，忒读一下，然后心度读一下，分开读。如果凭这个当成一个，就是忒心，当成一个双音节呢，就是忒心度。
这个呢两种读法都有，这个自己你去体会去。咱们一般呢就当成这个双音节粗，就是忒心度，就是如前面一样，像前面那样，像前面一样。图就是句格，就是方式方法，就是以这样的那个句格不是有方式方法吗？就是像前面那样地，像前面那样地，图也地，就是它来形容一个动词。像前面那样地是什么情况呢？搓瓦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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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堵蟹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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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堵芥汤，堵芥汤，堵芥汤，堵芥汤。namba 蟹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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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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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又省略了一个是。受想行识这些也是空，也是空，这个少了一个是，动词就是忒心度是形容那个是的，像前面那样，后边这个也是这样，也是什么样呢？就是受想行识也都是空。五蕴前头说了色一蕴，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然后呢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也是像这样一样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儿，这个搓挖，搓挖就是受，感受，感觉。这个感受注意啊，不是指的这个，这是直觉。你要是准确的，你写上直觉，就是那个受刚一感受直觉的那个直觉受，直觉的感受，还没有来及自己想。直觉的受，这个感受并不是说我看了这个我有谈感想，不是这个，那个就后边连想行识都出来了。这个搓挖就是直觉，还没有来得及想，实际上直觉啊人们感觉不到，实际上直觉就是咱们要方便的说，就是你刚有一个感觉的时候，这是搓挖。第二个堵蟹，堵蟹，堵蟹，堵蟹是想，这个想呢对了，咱们再讲一下。这个搓挖的那个机字是擦，擦是什么意思来着？记得吗？疼，擦是疼，还有一个意思是热。这个疼跟热也有关系，你擦一下一疼也就发热了。你记住，搓挖呢就是那个直觉，就是刚感到疼的时候，刚感到疼的时候，就是这是你用这个来联想来记这个单词。第二个堵蟹啊是想，注意想啊跟咱们现在说的那想的概念不一样。我们想说我在这想，那已经不是想了。这个想是什么意思？是概念，是形成概念。你用准确的话写上形成概念为想，形成概念为想。什么叫形成概念？就是你的手一接触这儿说凉，这叫想，就是这地方是凉的。刚形成概念就是这个受是凉的感受。我一碰疼，刚有一个疼的一判断，这是疼的感受，这就叫想了已经，就是我这个比如说我那个眼睛一睁开，这是白，这已经是想了，就是形成概念为想，这是还是很低很初级的阶段，形成概念为想。你看这个想的组成是什么啊？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读的意思是聚集，这个是一个不及物动词，或者叫做不自主动词，就是什么呢？它本身聚集起来，自然的聚集起来，本身聚集起来，它并不是那个主动动词，自动动词叫自主动词，并不是它把别的东西给收拢到一块，不是，是它自己啊自然的聚集起来。读是聚集起来。谢是知道，咱们说过啊，谢吧是知道，知道聚集起来，把知道聚集起来就是形成概念，把知道聚集起来。说这是把什么聚集起来？就是把前边那个搓挖聚集起来。你比如说早晨你一睁眼，或者你身体有一个什么感觉，你这脑子就开始把这个感觉啊，把这个直觉聚集起来。一聚集起来一想，我看到的是白色啊，这形成了一个概念。好，这就形成想了。把直觉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概念。我看到白色了，或者说这个地方热烫，我赶紧拿开，刚感觉到这是烫，这就叫形成概念。把知道的什么知道在这前头那些直觉聚集起来形成概念。这是什么呢？你看色受想行识啊，如果把色当成客观认识的对象，把识当成能够主观认识的心法，心法认识色法的时候呢，它要经过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先有感受，你一睁眼呢，先要感受到这个前边的颜色。第二个叫想，形成概念，就是这是白色，这已经形成概念了。再看下边一个，堵芥汤，
赌戒堂，赌戒堂，赌戒堂，赌是还是把聚集起来，这回把什么聚集起来呢？且是做，把你的做的事情聚集起来，把你的行为聚集起来，这就是做也可以叫行了，有行动了，就是一看，哦，这是白色，哦，这是天花板，我该起床了，我该起床了，这就叫心行。你还没起床，你心里一想，这个心念活动就叫行，你做出一个决定。行是什么心所呢？核心是思心所，思想的思，思心所就是什么呢？现在叫意志，就是做出决定，做出选择，我决定做什么。哎，它的广义的这个行呢，是包含除了前边这个受跟想以外的所有心念活动，除了受心所、想心所，这个一共51个心所，除了受心所、想心所剩49个，那49个都是行，都是心行，就是你不管是贪嗔痴起烦恼还是欢乐，都是你的心行，这都叫行，都叫赌戒，都是你有所选择，有所行动。这就把这个心法认识色法之后产生的所有心念过程，受想行3个阶段全都包括了。所以说五蕴包括了世界上一切法。我们现在一般说世界上有2种法，一个物质，一个精神，那就是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精神，而且把受想行识的时间发展阶段都给你分得很清楚。哎，认识色法的3个发展阶段。这样呢，五蕴包括了世界所有的法。五蕴后边注意，南巴谢巴nam，南巴谢巴nam，咱们学过这个词吧？南巴是加强，谢巴是知道，南巴谢巴就是说真正的知道，很好的知道。这个呢就是什么呢？叫识，就是心识的识，或者就叫认识。这个南巴谢巴是一个动词，就是认识，就是我们人用意识来认识事物，哎，就是这个认识，就是识。辨别了别啊，识咱们这个佛教的叫了别。什么叫了别呀？了就是我了解一下，别就是分别一下，我看到什么了？一看，看到白色了，哦，白色是天花板啊，我该起床了，哎，这就是了别嘛。所以识就是那个能了别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能了别的主体，就是识。实际上咱们就叫它意识吧，因为你前5识看东西也必须用意识来这个分别，所以呢就可以这个用一意识代替，一意识包括前5识，哎，这就是识。nam 是复数，受想行识这4个合起来 nam， 受想行识门，受想行识这一堆中宝全是空。像色一样，受想行识这4个也都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就这样来讲。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提心度搓瓦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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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谢汤，赌谢汤，赌戒汤，赌戒汤，南巴谢巴 nam， 南巴谢巴 nam， 东宝全空了，五蕴都空了。下边的道理啊，我就为准备下边这一句话，昨天是弄了一上午，还跑到大宝老师家一趟，终于给他搞清楚了，把这个词儿究竟在藏文里头什么意思搞得清清楚楚的。下边这个道理比较深，这个咱们下节课再讲。下边就把前面讲过的来复习一下啊，不是那个读一遍这样的。翻到这个今天讲的那个开始是底盖解脉吧，是吧？哎，找到了吧？就是舍利弗问了这个观音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学这个般若蜜多甚深行啊？下边啊，底盖解脉吧堂，底盖解脉吧堂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应该先把这个意思过一遍啊。底盖解脉吧堂就是这样的话说了之后，这个堂是后边还有内容。圣观自在菩萨他呢，就是由他对具受舍利子说了这样的话。舍利子，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想修行甚深般若到彼岸行的话，应该这样来看，应该认真的正确的随顺真实的看到五蕴他们的自性都是空的，都是没有的，色是空的，空性就是说的色，色
除了色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空性；除了空性之外，也没有另外一个色。就像这样，受想行识都是空的。哎，这个就这个意思，咱们来读一遍啊。底盖界脉不堂，底盖界脉不堂，底盖界脉不堂，底盖界脉不堂。强求三八三八金包，强求三八三八金包。拍把见热西往求，拍把见热西往求，拍把见热西往求给，拍把见热西往求给。菜汤单把下菜汤单把，菜汤单把。下รา达瓦地普拉，下รา达瓦地普拉，下รา达瓦地普拉，下รา达瓦地普拉。底盖界脉索，底盖界脉索。下日普，下日普。日给普阿姆，日给普阿姆，日给普木，日给普木。康拉拉，康拉拉。谢热给帕热度亲吧，谢热给帕热度亲吧。什么绝巴戒巴，什么戒巴戒巴，什么绝巴戒巴，什么绝巴戒巴，绝巴提，绝巴提。底达尔南巴，底达尔南巴，达瓦尔恰的，达瓦尔恰的。彭波阿波提大量，彭波阿波提大量。让心给，让心给。东巴尔南巴尔，东巴尔南巴尔。养大巴尔，养大巴尔。结束到，结束到。苏东宝，苏东宝。东巴尼苏所，东巴尼苏所。苏来东巴尼先把人，苏来东巴尼先把人。东巴尼来讲，东巴尼来讲。苏先把人咯，苏先把人咯。提心度，提心度。搓瓦汤，搓瓦汤。肚泻汤，肚泻汤。肚泻汤，肚泻汤。南巴泻把南，南巴泻把南。东宝，东宝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。